對 Gundam Base 香港今日正式開幕，等拉比帶大家望望有咩睇啦。先嚟當然就係最 icon 嘅1:2 G 高達半身像，實物咧就比起之前網上流出嘅相咧就好唔少，行過咧真係可以打下卡噶。除咗呢個打卡位，喺佢下邊嘅香港場景都係非常之有心機，有道門同師傅對決之外，當然唔少得 Mark II 同重高達嘅新香港場景，而且同場仲有一個列出歷代主角機同 RX-782嘅進化展示櫃。不過最估唔到咧就係隔籬有幅光撩埋啊！咁用得 G 高達做主題，明鏡止水嘅 RG 金色特別版 G 高達咧已經準備好，係啦，價錢咧後邊收到嘅消息咧係改咗做1200蚊左右嘅啫。另外啦，全場嘅 Gundam Base 限定款，老實講係幾多嘅，而且開幕仲有3款 pop up 嘅限定款模型。除咗限定嘢，場裏面仲有一般販售嘅模型同埋一啲嘅周邊產品。如果各位買完嘢緊貨嘅話，場裏面仲有分 to build Gunplot 專區，即場買工具，即場砌埋先走都得。聽講咧之後呢度可能仲會做埋其他嘅活動添，唔通會有限定嘅 GCG 比賽？唔知睇片嘅各位有冇抽籤同埋抽中去香港嘅 Gun Base？不妨留個言同大家講下有冇買到嘢啦。